乜嘢係 Compass？ 點樣喺你嘅手機下載 Compass？ 你可以好容易咁透過學校攞到有關你小朋友嘅重要資訊。如果你知道點樣做，學校認為你會更加了解你小朋友喺學校嘅情況。呢條影片會教你點樣用你嘅手機透過 Compass 攞到呢啲資訊。用乜嘢方法揾 Compass 係視乎你用緊乜嘢手機。手機分為兩種，蘋果 Apple 同安卓 Android。蘋果手機背面會有一個蘋果圖案。如果你嘅手機唔係蘋果，就係安卓。喺蘋果手機，即係 iPhone， 點樣揾到 Compass？ 首先揾 App Store， 螢幕上面左上角會見到藍白色嘅圖案。如果揾唔到，就喺螢幕下面揾搜尋欄 Search， 用手指撳落去，用鍵盤輸入 App Store。螢幕頂部出現圖案之後，撳入去，再喺螢幕頂部撳入搜尋欄，下邊會出現鍵盤輸入 Compass。你會見到 Compass School Manager 嘅詞語，撳一下呢一啲詞語，喺個螢幕上面捲動揾 Compass School Manager， 再撳左邊嘅圖案。你可能會見到一張好似雲咁嘅細圖，有個箭頭指向下面，撳落去。請注意，如果你之前未曾下載過 Compass， 你會見到一個寫住 Get 嘅按鈕。如果見到呢個按鈕，請撳落去。等幾秒鐘，當見到打開 Open 時，撳落去。如果你喺螢幕上收到提示，問你想唔想接收通知，撳一下允許 Allow 就可以喺你嘅 iPhone 上面接收信息。而家 Compass 已經成功下載到你嘅手機。喺安卓手機點樣揾到 Compass？ 首先揾 Play Store。如果你喺螢幕上面睇唔到，請喺螢幕頂部揾搜尋 Search 區域，用手指撳一下搜尋空間，喺下面用鍵盤輸入 Play Store。螢幕頂部出現圖片之後，撳落去。螢幕底部會出現一張搜尋圖片，撳落去。螢幕頂部會出現一個搜尋區域，撳落去。下邊會出現鍵盤輸入 Compass。你會見到 Compass School Manager 嘅詞語，撳一下呢一啲詞語。喺個螢幕上面捲動揾 Compass School Manager， 再撳左邊嘅圖案，你會見到安裝 Install 呢個字，撳落去，等幾秒鐘。當見到打開 Open 時，撳落去。如果你喺螢幕上收到提示，問你想唔想接收通知，撳一下允許 Allow 就可以喺你嘅電話上面接收信息。而家 Compass 已經下載到你嘅手機。另一條影片會話你知點樣打開 Compass。